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KV 嘅筍盤頻道啊！咁今期咧就唔分享啲筍盤啦，因為近期咧都啲筍盤咧質素就冇咁靚吓，所以有冇觀眾發現KV 咧近排係停咗幾日嘅，咁KV 都係揾緊即係靚啲嘅筍盤先至分享俾大家。咁今日主要咧就係唔知各位觀眾有冇記得係 KV 同一個香港阿伯喺清泉城市廣場嗰度咧租咗間樓嘅吓，咁我同嗰個阿伯咧當其時咧都有一齊出咗條片嘅吓，咁今日咧都個租期啦都有半年幾噶啦，所以咧今日我就約阿陳生過嚟咧就嚟到辦居住證。係啦，居住證有咩好處咧？喺我哋大陸辦咗居住證嘅話，就你係相當於有咗個大陸嘅類似於身份證咁樣嘅嘢啦。因為佢嘅樣式卡嗰個身份證號都同我哋本身國內嘅嗰個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吓。嗱，就係嚟到呢個叫呢度咧係屬於叫石橋派出所嘅吓，石橋派出所。咁呢度咧就係石橋派出所嘅呢個叫戶籍港啦吓，因為之前呢度咧就係叫土湖派出所嘅，而家咧就好多派出所咧都合併咗啦吓。喺清泉呢一帶嘅咧，即係中心呢一帶嘅咧，就係嚟呢度整嘅。咁如果係喺好易多嗰一商圈嘅咧，就去到淡水派出所啦。有分嘅大家到時可以打電話問下都 OK 嘅。如果係或者唔明嘅亦都可以打電話即係聯絡 KV 加翻 KV 嘅 WhatsApp 啦，或者 WeChat 啦，聯絡翻我諮詢翻我都冇問題嘅，可以免費幫大家解答呢啲簡單嘅問題吓。咁我咧而家就等阿陳生咧就揸個電雞過嚟咧，因為本身我話去接佢嘅。咁跟住咧，佢話我自己過嚟啦，因為佢而家都熟頭熟路啦。有咗嗰個電雞之後，咁嚟辦居住證咧，因為陳生咧佢係租樓住嘅吓，所以就要準備租賃合同啦、業主嘅即係房東嘅身份證照片，加埋房產證嘅照片，加埋阿陳生佢自己嘅回鄉證香港身份證呢啲複印，即係攞去複印就 OK 噶啦，全部複印一份。跟住咧就嚟到呢度所管轄嘅片區呢個戶籍港呢度咧就嚟申請辦理就 OK 噶啦。咁因為之前KV 有了解到咧，其實喺之前嘅政策咧就係需要登記先嘅，跟住等半年。咁而家咧，因為我都係重新嚟問咗下，咁如果係香港人咧就唔使登記嘅，有房產證或者有合同就可以嚟直接辦理噶啦。就目前呢個我知道嘅就即係惠陽呢個片區啦吓，大亞灣目前就唔清楚。大亞灣因為喺舊年咧，即係25年咧，我都有帶過大亞灣嘅客啦去辦居住證。咁嗰度咧目前即係舊年啦，嗰陣時都係要先登記嘅。咁我哋而家惠陽就唔使啦，但係如果係國內即係本身係即係國內人咧就要登記，惠陽都係要先登記嘅吓。所以就咁嘅原因啦，就等半年就我哋港人朋友咧就唔使登記，唔使等，直接有證嘅有房產證嘅直接嚟相關嘅客區嚟辦理就 OK 嘅啦吓。咁我哋又睇下陳生到邊度先吓。咁我哋陣間見。陳生到咗啦。好，等我同阿陳生辦完啲嘢，再同大家分享。有咩嘢問題睇下總用時需要辦幾耐吓？而家2點20分晏晝，我睇下用時幾多分鐘先。好，一陣見。我而家咧就同阿陳生辦完呢個叫居住證啦。成個過程係咪好快啊？其實都好快。如果唔使排隊嘅情況之下，其實幾分鐘就搞掂啦。咁如果你有兩種領取方式啦，一係你係過嚟攞。即係假如你今日係10月，即係而家係11號，6月11號，幾乎要等1個月左右啦，你先嚟打電話問。如果證出咗咧，你就過嚟攞要攞住呢個憑證啦
憑證嚟攞就 O K 噶啦。咁如果可以遞種咧就郵寄啦，填地址就等打你電話。不過咧郵費就到付嘅嚇，即係統一嘅嚇。咁今期咧就非常之順利啦，又唔使登記等半年啦，又唔使噼里啪啦只要啲資料齊全係咪？租賃合同啦，如果租房嘅租賃合同、房產證照片，即係複印紙、業主嘅身份證，加埋本人嘅身份證、回鄉證、複印紙攞嚟就 O K 啦，好快嘅其實嚇。咁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都非常之順利如果係自有物業咧，就直接自己攞紅簿啦嘅複印紙，加埋自己嘅身份證過嚟呢度，即係嚟轄區嘅戶籍港去辦就 O K 噶啦，都非常之便捷嘅嚇。我哋港人喺大陸，目前喺惠州咧就唔使登記半年，就惠陽片區唔使登記半年先可以攞居住證嚇。大家一定要記住咯喎，攞完居住證咧就可以買醫保買嗰啲辦理各樣嘅嗰啲都非常之方便嘅嚇。好，咁我哋就下期見啦，陳生。好，拜拜。